呢個救嘅情況嚇，係憑神嘅公義，唔係憑神嘅慈愛。聽清楚，我唔否定神嘅慈愛，但係神以佢嘅公義咧去搭救我。呢個搭救係叫做 deliver，即係話讓我從困難危險嘅光景當中，讓我能夠有平安。呢個叫做搭救 deliver。再進一步咧，救拔我咧，原來係叫做 escape 啊，即係話脫離險境，逃避所有嘅呢啲從那惡者而嚟嘅，逃避佢嘅攻擊，從神而嚟噶。然後咧，第三就話拯救我，呢個係 save，關乎我哋今生同埋永生嘅拯救我。所以咧，我要即係求神側耳聽我嚇，聽我哋嘅呼求。所以弟兄姊妹唔好忘記禱告係非常重要嘅。第三節咯，然後就話求你作我常住的磐石。神已經作我哋嘅磐石，因為喺新約嘅哥林多前書裏邊第11章佢係我哋嘅磐石啊，我哋要站在磐石上。喺馬太福音都有提及噶。所以求你作我常住的磐石。神係咪作我哋常住嘅磐石咧？當然係咯，但問題即係我哋會離開磐石啊，我哋有機會會離開嘅。所以大衛就話求你作我常住嘅磐石，後邊嗰句非常寶貴啊。佢話你已經定命啊，或者命定要救我。等姊妹讀清楚呢句說話。神話你已經命定要救我。神唔單止救拔大衛，神唔單止救拔每一個嘅弟兄姊妹，神係命定救普世嘅人啊。但問題喺邊度咧？問題就係話我哋願唔願意被拯救啦？嗱，弟兄姊妹，呢個先至係重點。神係命定將救恩賜俾全世界83億以上嘅人，但全世界絕大部分嘅人唔肯接受救恩，唔肯認罪悔改，唔肯相信耶穌係獨一無二嘅真神，因為魔鬼喺背後有好多嘅迷惑。但係大衛呢度佢話知道神已經命定要救我，因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盾牌，我患難中隨時嘅幫助，好多恩典福分。但係人係眼瞎嘅，